7月11號嚟到咗呢就係全新一輯嘅加點娛樂，關注到呢就係 Sammy 鄭秀文原定呢就係7月10號舉行呢就係一連3場嘅啟德演唱會，因為舞台嘅製作問題啦，需要話延期舉行，為咗彌補觀眾啦，同日就改為舉行答謝會。斷想唔到呢就係答謝會都有嘉賓登場，仲要係 Sammy 呢就係最佳拍檔嘅劉德華，兩個人更加坐住呢就係瘦身男女嘅迷你車響呢個會場呢就係巡遊添。Sammy 表示劉德華啦原定就係今晚嚟睇演唱會，但係當知道啦變成咗答謝會，就邀請佢一齊做嘉賓，咁對方咧就應承咗。大會啦更加安排電影瘦身男女嘅迷你車，不過由於製作問題啦就要改為手推啦，兩個人響車上邊啦就合唱倒轉地球啦，衝動點唱2首歌嘅。咁講到演唱會 MC 張天賦紅館 show 除衫飛吻多謝媽媽引爆全場。MC 張天賦嘅演唱會7月8號嚟到咗呢就係第3場嘅紅館演出，咁驚喜一浪接一浪，由同姚焯菲啦就係同台合唱，再到經理人 May 姐夏聖子除衫引爆全場熱浪，再到向母親飛吻獻唱，賦予歌迷珍惜家人。MC 張天賦嘅第3場紅館 show 啦，讓觀眾一次過見證咗佢嘅多元面向，既係舞台上嘅型格靚仔歌手，亦都係懂得感恩、柔情似水嘅兒子。脫下咗西裝外套嘅佢啦，固然係無敵靚仔啦，但係全晚啦最觸動人心嘅咧就係應該係佢啦向媽咪送飛吻嘅呢一秒啦。由昔日頂撞母親嘅反叛少年，到今日咧站響紅館萬人台上向媽媽送上飛吻同埋感謝。MC 張天賦用一首歌、一個飛吻、幾句真摯嘅話語，展現咗啦就係何謂真正嘅成熟蛻變。